各位老友記，正所謂10年磨一劍啊！一個品牌開發商開發到足足13年嘅超大型羅盤，你想唔想睇下？知道係咩樣噶？今日我帶大家一睹為快。作為豪宅嚟講，兩梯一戶梗係基本嘅操作啦。整個單位嘅房間正面積一共係182方嘅，一共係有上下3層，實用面積非常之大啊，達到350個方。你睇下呢個客廳嘅挑高足足6米，可以話係洋房嘅價格，別墅級嘅享受啊！行出嚟，整個單位北邊係我哋亞公井森林公園，而南邊就係我哋嘅星河景觀啦。行出嚟一齊睇下，感受下呢個空間感同埋呢個景觀係咪非常之靚呢？作為星河單堤最高點嘅一個景觀，可以話係夫復何求啊！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朋友，點個關注，後台私信我啦。今日係咁先啦，拜拜。